現代社會逐漸進步，生活日益緊張，每一個人喺日常生活中都要面對更多嘅競爭同挑戰，神經衰弱嘅病症亦都越嚟越普遍啦。什麼是神經衰弱？神經衰弱係指長期腦功能活動過度緊張，容易疲勞，身體不適，而且出現睡眠障礙嘅一種常見疾病。據估計，世界上每10個人中就有1個人會患上神經衰弱。大多數學者認為，神經因素係誘發神經衰弱嘅重要誘因。凡可以引起神經持續緊張或者長期內心衝突嘅事件，都可能導致神經衰弱。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神經系統同埋身體其他應變系統就會發揮功能嚟應付呢一個困難。當我哋奮鬥而未獲取成功嘅時候，我哋就會覺得緊張、焦慮。當我哋遇到挫敗嘅時候，我哋就顯得憂傷、沮喪。當困難太大而我哋冇能力應付嘅時候，我哋就逃避、退縮。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間太長，或者困難過大，而我哋嘅神經系統同埋其他應變系統唔可以喺佢正常運作嘅情況下應付得嚟，神經衰弱就開始形成啦。神經衰弱嘅症狀常表現為頭暈、頭痛、失眠、多夢、疲乏無力、記憶力減退、情感障礙等，有時仲會出現一啲軀體嘅症狀，好似耳鳴、眼花、心慌、氣短、消化不良、惡心嘔吐、腹脹便秘、月經不調等等。正念治療神經衰弱。導致神經衰弱嘅原因多種多樣，但係歸納起嚟可以分為3類。一係身體狀況不佳，好似身體虛弱，包括腦部受過某種創傷；二係自身性格弱點，包括遺傳、幼年時嘅經歷等等；三係來自外部環境嘅壓力，好似升學、求職嘅壓力等等。因此，對神經衰弱嘅治療，除咗做適量嘅運動、調理飲食、合理安排生活之外，精神疏導亦都係至關重要嘅。正念讓我哋活在當下，唔追憶過去，唔執着未來。只要培養強烈嘅正念，就唔會因為一時嘅挫折而悶悶不樂、焦躁不安。對於外部嘅壓力，能夠坦然面對，堅信路就喺自己腳下，每踏出一步就係一個小嘅進步。關鍵係在於每一步都能腳踏實地，勇往直前。當我哋對壓力所持嘅態度同埋認識唔再覺得壓抑同埋煩惱嘅時候，神經衰弱亦都將會離我哋而去。